傳入中路，不過就過唔到門仔彭子健嗰關。過程之中，門仔不忿陳廣斌同佢有身體接觸。一年後備入替嘅曲迎志開出，盧高頭槌頂個彈地波，帶領東方龍獅。蘇沙喺右路位置開出罰球，迪亞斯分鐘卡利爾把握到近期後防嘅嚴重失誤，近門成頭槌頂翻入禁區，卡路士窄位起腳，斯達響左路傳中，艾華近門建功梅開。柏保路好似同自己龍門過唔去咁樣回傳法，想嚇死彭子健咩？好彩中柱咋，輸個角球。你哇射埋去添，直情甩手有機會，好啦，4-0啦。好啦，角球中間踢出嚟，唉，可惜門扯到埋去啦，終於俾法圖輸咁緊張啊！好啦，直頭扯翻去龍門口，哎呀咁樣。中有位基奧雲尼禁區外主射罰球，門將彭子健拍出唔遠，俾聶寧峰衝前執雞射，一射嘅時候門將失位，個波慢流入網，擴大比數到4-0，最終和富大埔得到一個罰球機會，中村有人睇準九巴元朗門射入細世界波，亦都係傻邦今季第一個入波啊，搞掂，將比數拉開至3-0。傳中基奧雲尼心口撞入。高迎至左路罰球開入禁區，後備入替嘅洛迪古斯頭槌頂射被彭子健擋出，再由新豐利馬補射成1-0。63分鐘門將彭子健開龍門球失誤，張建峰一控一射又係差啲啊！華頓禁區內左路抽射破網，門仔彭圖左路罰球直接射門凹入，為球隊